台北市的放假逼出较真便利，台北市长郭文德宣布讲，亲像舞厅、酒吧、夜店这款公路场所，甲公家机关所管的场所，对15开始暂停营业。另外，放假区公所以及到市政府外部的办公室，对后礼拜开始进行付款罢工。另外，讲到这个和平病院，暂时增加2个较真便利，市长郭文德表示讲，目前和平病院也无有封病院的问题，会伫个放假地区成立第4个快速体检站。赶紧把这社区内面感染源找倒出来。中央疫情指挥中心10时宣布，新增加29个新冠肺炎的本土病例，其中包括13暗时确诊的台北网甲和平病院2个个案。10时早时，2台防疫巴士将需要隔离的22位医护人员送离开病院进行隔离。台北市长郭文哲甲卫福部长陈时中拢强调，目前和平病院也无防疫的问题。不过，今麦和平病院急诊暂停，干那保留快速体检站。门诊的部分只接受有注文的门诊，无接受现场挂号，而且自和平病院出院的病人，原则上拢要接受14天的隔离。为了防堵疫情，台北市对15号开始，台北市10大类场所等等，拢要来暂停营业。等一下，我们也会在今天发布公有场馆以及主要是8大行业加电子游戏业及网咖的停业通知。那大家会问说，什么时候才会复业？你知道吗？我想这个看整个疫情的发展呢。另外，为了紧找出社区中的确诊者，除了原地和平病院、西关病院、中兴病院，市府各地北溪寮设立艋舺地区第4个快速体检站。快速体检站的作业时间为早时8点开始，到暗时12点。建议4月15以后，包括有去过艋舺地点的工作人员、人客，若有发烧也是相关镜头，伫艋舺地区买药也是看病的民众，有镜头伫别个地区看病的艋舺民众，无出者、新移民配偶、弱势族群，也是有意愿体检的民众，拢会使来快速体检站体检。因嘛强调，无身份证的挂一医工，拿来就医也是体检，拢会有特赦。健保卡还有身份证，我们希望你2个都带。那要主动告知你的旅游史，还有你的职业。现在在里面都是在一个扩大筛检的情形哈，只要你觉得有需要，那就可以去筛检，那都是公费的。目前和平病院会以接触的强度甲密度做标准判断，以共生源的方式，一言一言向外体检接触者。另外，因为艋舺地区的民众较有食生药的习惯，即马嘛鼓励药师建议有感染疑虑的民众去体检。记者郭碧君长随台北报道。